来看非洲地这禁令，今仔开始要分2阶段解禁。今仔中昼12点开始，先开放外地的运输，明仔载开始后，就当台底咯。今仔透早肉品市场甲肉店拢先摒扫消毒。另外，针对台中非洲地这责任，有民意代表是讲已经收到台中市政府的报告，也毋过亲像拢甲问题撒互基层。市政府即嘛打算报讲，要甲农业局、局长、有环保局长甲动保处处长免职。防疫人员详细甲拍卖区甲作业区详细消毒，切到中昼12点，解除运送猪仔的限制。初一开始会当拍卖屠宰。云林县肉品市场全面消毒备战，台中市第2市场的肉店是家己消毒，用4点钟甲店、刀仔、工作机台拢洗好清气。清洁、打扫、消毒，然后就是因为后天要开始卖猪肉了嘛，然后休息2个礼拜，这些砧板啊、这些刀子啊什么，全部都要清理，环境都要清理，都要消毒过。验到非洲地这个市场场，这个市场的农民因兜，包括大门门手、冰箱、喷炭甲灶骹等9个所在，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。虽然疫情豆豆解封，不过验到非洲地这个市场场附近，也会继续封锁。另外会全面开放台中市的学校，营养午餐会当使用现台猪，不过禁止包顿去。从明天开始，学校的营养午餐可以使用新鲜的本国的。国产的温体猪肉，剩余食物我们还要再管制1个礼拜，禁止打包。台中市议会初5下晡收到台中市非洲地这事件专案报告，不过民代认为针对追究责任甲处分的部分，敢若列出动保处家己走去按例市场场消毒，也有环保局负责查获市场场香喷设备起付的同仁，这个是叫基层出来担罪。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高官在这个报告上被提出检讨。你只看到2位基层人员，一个农业局清销的人员，一个环保局监看厨余照片的人员，只有这2个人来替整个市府背黑锅。目前惩处名单尚未公布，仍然在进行相关的调查，所以这是错误的讯息，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做回应。台中市副市长陈兆新回应讲，这是错误的信息，强调目前追究责任还阁伫咧调查的阶段。另外，农业部表示，验到非洲地这个市场场采样的结果，要等疫情指挥中心公布。后续肉品市场、屠宰场、甲载猪仔的车，逐工拢爱消毒，嘛要监督地方政府落实，袂当放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